今天是閘門荃灣區的一位車友發來了一把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改裝拆開。快遞司機來了，一把老款的寶馬汽車鑰匙。接下來閘門給他升級改裝成新款的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，鑰匙檢測一下信號，信號的話也是有點不正常。接下來閘門把鑰匙的外殼拆開，把裡面的芯片拿出來升級改裝，只要鑰匙的芯片沒有大問題，都可以進行升級改裝，給它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拆除鑰匙的芯片主板，舊殼紙裝回去。芯片主板放到固定台上，接上準備好的排線。閘門這邊升級改裝汽車鑰匙是一個無損升級的，以後想要恢復回去也是可以恢復回去的。所有線路焊接好之後，再拿出閘門車友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焊接好的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寶馬汽車鑰匙就升級好了，非常漂亮，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升級好的鑰匙有升級新的功能，有靠近車咁認識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咁認識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。而且閘門對比一下老鑰匙，外觀檔次也完全不一樣，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。現在鑰匙升級好了，重新來檢測信號，信號也全部都正常了，閘門就可以給閘門這位車友發回去使用了。喜歡的朋友可以留下車型。